昨天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吃无同的手路料理。明仔载就是5日节，要带大家吃好食的肉粽。这间肉粽店无论是南部粽、北部粽，拢是照古早手路做的。那南部粽，甲青竹米还有鸭包落去粽下摕去杀，会当食到米的香气，吃起来特别软 Q。若是北部粽，先甲竹米炒酱料，炒甲破青色，佮甲2款无同的粽下包起来，吹好熟了后，粽下一个开开，随会当片到香气。头家是一对翁仔某，开店开要15档，拢一定坚持肉粽一定爱逐工现做。炸好的肉粽拄好起来，佮庆小烟，片着实在足香的。伫大鼎边仔，甲肉粽好起来的是老店第2代头家黄永志。伊的爸爸黄清和真紧就甲肉粽吊起来，互水滴互打。这是黄家上有名的南部粽，逐粒拢有225公克，因为了济佮有野，互真侪消费者一个食得10多年。我伫因家拢食10几年啊，有空就来，就吃起来那种口味的香味，就是像南部的口味啦，古早味的安尼就对啦。南部的肉粽都是用水煮的，那在北部比较少人用水煮的。那今天刚好朋友带我来说，来这边吃肉粽，那这是水煮，就是有南部口味，那个米咬起来就是 QQ 的。哦，不像北部粽，它那个吃起来有像那种油饭那种感觉，就好像有一点像我妈妈包的粽子，就有妈妈的味道这样。按照古法来做，粽内底包的是现卤的温体猪肉，应用的是古早的枣，先甲夹心肉炒甲3分熟了后，加盐豆油来调味。鼎外冚咧用摆摆啊火翕40分钟，才会当互猪肉食味。含粳米嘛真讲究，用的尖竹米爱是1年的旧米，安尼肉粽的口感才会好。是我们通常要洗几次啊？3次。米洗好了后，甲家己炒的油葱切好椒做伙包入去。生米煮的，它比较 Q。一丝竹米、虾米、3块卤肉，顶下搁来一丝竹米砍咧，放半粒咸卵仁、香菇甲土豆，爆好了后下落撒2点半钟。那南部粽真够工，北部粽嘛无轻松。古早的枣甲米吹好了后，卷起来。倒落机器内底倒麻油，加特别做的胡椒，甲卤肉的肉汤开始炒。炒好了后，竹米饭甲鸭做伙包入去，特别的是爱用2叶粽盒来包。别人都1个叶子，对啊，但是我要2个叶子，比较有粽的香气。互家己的北部粽食起来香味甲别人无同，秘密就伫粽盒啊。我觉得我们北部粽的话也是一样，我们强调它的香气。我们打开的时候，基本上你会看到一片绿色的叶子。那片绿色的叶子就是说，要让那个粽叶香气跟油饭的香气2个这样子分发出来，就觉得哇，这个粽子真的是好吃。另外这款当年伫5日节进前限量的手工粿粽，竹米下做粉，烂做米册，用来做外皮。家己做的油葱加虾米加菜脯做伙炒。有啊，这是定的。尾啊倒米米芳料入去，互菜脯变甲更加香。头家娘对咧花白粽的骹手足紧的，其实伊拄开始甲因翁2个人是咧开汽车修理厂的，毋过伫15年前受到景气影响，实在无法咧才会来卖肉粽。我比较相信我自己做的，别人做的我没有看到，我看不到，我会怕，我不相信。我是自己做的，我还是比较安心，还是为了品质。你如果买现成的一些材料的话，其实对于它的品质管控会有一定的难度啊。
但毕竟1分钱1分货嘛。对，那我觉得自己做，第一个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制作过程有没有哪里有瑕疵，然后再来是说，当你要做改善的时候，你也比较快，机动性会比较高一点。要这个米要知道它多少的分量，你绑起来才不会超过那个重量。真主心听妈妈安怎教，伊是黄永志，3年外前甲电子业1年薪水正100万的头路辞掉，回去故乡传承厝内的事业。看到爸妈其实他们真的很努力的，因为从无到有，然后一路走来，他们其实基本上他们的那种热情跟那种怎么讲毅力吧，其实真的是有感动到我了。那我想说，如果不再继续去让这个味道延续下去的话，其实真的有点可惜。能够一家人在一起打拼，这个是我用求的做不到的。但是儿子肯回来，这是给我一个机会，给家人一个机会，大家一起在一起做工作，比这个没有比这个更好的选择，这是我最大的感恩。囡仔愿意回去做，对爸母来讲是上大的安慰。不过，把这个重担接落来了后，黄永志才了解到，真侪看起来真简单的过程，拢有一寡细节爱足精心的。回来之后看到参与其中，才觉得哦，因为每一颗粽子做出来，其实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以前有多米包一包，粽叶裹一裹，打个结，煮一煮就好了。那现在回来之后才知道说，你要做出一个好吃的味道，其实除了你要用心之外，然后再就是你要有那种一直追求改进，然后把产品改良到更好那种心态。古早味肉粽唔但好食，内底佫有黄家的人的用心，甲一家人互相疼惜的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